大家好，我係陸珍班養德善。今日我想介紹一個瀕危物種，就係紅毛猩猩。佢哋主要生活喺印尼嘅婆羅洲同埋蘇門答臘。紅毛猩猩係非常聰明嘅動物，但而家面臨好大嘅威脅，因為森林斬伐，佢哋嘅數量急劇減少。紅毛猩猩已經列為極危物種，可能會滅絕。希望大家能一起關注並保護佢哋。佢哋嘅毛髮鮮明，有紅色有啡色，手臂長而靈活。佢哋喺樹上容易攀爬，手指靈巧，輕鬆覓食，面部表情很豐富。喺群體互動非常重要。紅毛猩猩係社會性嘅動物，母猩猩通常生一隻 BB， 容易建立緊密關係。佢係透過擁抱同埋梳理毛髮進行感情交流，增強社會聯繫。佢哋會用樹枝同埋樹葉當成工具獲取食物，主要以水果和樹葉為主食，偶爾都會食下昆蟲，方便佢哋喺雨林中覓食。大片森林被斬伐來開墾農地，這不僅導致紅毛猩猩嘅棲息地喪失，也使生態系統遭到破壞，影響其他物種生存。不當嘅森林開發，如伐木同農業拓展，直接減少了紅毛猩猩嘅棲息空間，迫使佢哋遷移或面臨生存危機。全球嘅氣候變化導致雨林環境變化，令紅毛猩猩嘅食物來源減少，影響生存同繁殖。極端氣候也會增加它們的生活困難。紅毛猩猩經常被非法捕獲並在黑市上交易，導致野生種群數量驟減。這種行為不僅違法，也極大威脅了物種的存活。某些地區以紅毛猩猩作為獵物，取其毛皮或作為寵物，這進一步重創了紅毛猩猩的生態平衡。許多地區野生動物保護法律執行不力，難以懲罰非法捕獵者，助長犯罪活動。當地政府通常缺乏資源同人手打擊這些行為，無法有效保護紅毛猩猩同埋佢哋嘅棲息地。卡羅來納長尾鸚鵡在1918年正式被宣告滅絕。原本在美國廣泛分布的鳥類，佢哋嘅滅絕主要原因由於棲息地嘅喪失同埋過度捕獵，特別係農業擴張同埋人類嘅活動影響佢哋生存環境。我哋嘅責任就係努力保護現存物種，避免重蹈覆轍，保護生物多樣性同埋棲息地係我哋極需關注嘅課題。未來嘅展望，特別是在保護野生動物方面，首先社區可持續的行動非常重要。我哋需要利用科技來提升市民的意識，鼓勵大家參與保護活動，例如 WWF 同埋 LOOP 等組織提供資源，讓社區能更有效保護環境。其次，政府和保護機構的角色至關重要，法律和政策應該強化對野生動物的保護，並確保可持續發展，以支持生物多樣性的維護。最後，企業在這方面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他們可以通過負責任的採購政策，減少對環境嘅影響，支持環境保護嘅方案。地球上各種動物面臨滅絕危機嘅問題，讓我深刻地意識到，我哋身為自然嘅一部分，應該負起保護其他生命嘅責任，防止人類活動對生態造成不可逆轉的傷害。每一種生物都有其存在的意義，維護生物多樣性對於生態平衡至關重要。無論是個人的行動還是社會的共同努力，保護行動是每一位地球公民的義務。我希望社會能夠共同行動，為這些瀕危物種創造一個更美好嘅未來。